所以呢，在前面所赞别人的赞美，就是让我们的内心会容易散乱啊，损坏出离心。因为什么天人比较没有出离心？因为天人有这个很多时间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好的东西都在，所以呢，他们内心就是也感受不到什么痛苦，没有办法感受痛苦的时候，也就是没办法产生出离心。所以有时候呢，这个外在有各种各样的违缘呐，对修行人来讲的话，很容易成为一个顺缘顺缘。所以这也是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而且呢，就我们一个没有什么这种名气的，没有什么地域的人呢，比较不容易有嫉妒心啊。这些搞来搞去、斗来斗去的这种，我们经常说的，那么都大部分其实是这个有一定的成就和地位然后出名之后呢，那个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以前，比如说他是很普普通通的、单纯的这个生活当中很难想象、很难接触到的从来没有想过的很多事情，就变成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那这生活一部分当中，就最主要是有一个是就是嫉妒啊，所以就是所以这个嫉妒，而且这个嫉妒呢，就是令这个独有的知，这是其实上次我们讲完了，有的知就是其实这个有的知就是其他有成就有功德的人，所以呢，我们对他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嫉妒心的时候，那个是实际上是一个完全是相违了这个菩萨的初心，因为菩萨的初心是要利益众生嘛。但是现在呢，我们对有的这就起了这个嫉妒心，然后这个嫉妒心最终呢复会圆满时，所以这个因为你嫉妒了，那可能想害他，想了很多别的一般不敢想的很多的坏的事情，然后可能你用这种很多不好的手段害他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可能害人害己，但是大部分都是害自己的无论是有没有害到，但是实际上是有害到自己的。所以呢，就是会掉这个会复会圆满时，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公司里面，我们看到连续剧里面经常也有这样的，有些小人呢，就是这种搞来搞去，然后就是本来想就要毁掉别人，或者就是不能接受别人有好的成就啊。然后自己就是做很多的这些事情，结果呢，就是也毁掉了自己的这个圆满时。圆满式这个概念是什么呢？不是这么说吧，就是这个幸福美满就是该有的都有这个很有这种内在让我们有幸福感的，这些就是圆满式这里的圆满式。所以无论是你这个外面的，就是该有的这个生活的条件自身的各方面的能力让自己有着一种就是非常这个有满满的幸福感的让有这种
这样的一个条件就是一个盆松作吧，也就是圆满式。但是呢，你就是经常嫉妒别人的时候呢，其实嫉妒别人的这个言行举止都是本身也是很丑陋的、丑恶的、邪恶的啊，其实是非常不好的。它是对一个人的内在、外在的魅力。因为比如说一个，他也很每个人都可能就是希望啊，就是获得别人的肯定，获得别人的正面的这个评价。但是万一呢，你不小心嫉妒了，而且嫉妒然后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你的做事情的时候，被别人发现后，别人对你就是也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所以其实是对你来讲的话呢，一个很大的一个炙口啊，真的是这样的啊，炙口。再加上呢，比如说失去别人的信任，所以这个没有这个失去别人的信心，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是对一个人来讲的话，本身是最大的一个损失了啊。所以这些都已经损失了，结果就是不可能有圆满式了。所以这些圆满式呢，真的是有一个，主要是要建立于我们内心啊，然后这样的一个平等。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嫉妒别人的时候，因为嫉妒的心态本来是非常负面的，然后呢，就是你要应对的，就是要什么方法，他不要超过我的啊，他的方方面面的能力和什么这个的功德。那个时候你不会有什么正常的、很合理如理的一个手段了，所以呢，无论能不能就是夸击或什么别人，但是你做的时候就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做事情做的时候就是呃这个方面呢就是福慧圆满时，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啊。